位于林田后壁里甲新产里交界德塘路周边，因为地势较低，加上进前佮无雨水下水道系统，造成一落大雨就容易中水，金卖讲风台侵蚀。毋过，当市府水利局争取前瞻甲市区省经费，总共投入1亿外来增建体干线涵箱以后，经过风台甲好大雨考验，已经发挥效果，无传出任何灾情，互当地相当有感。早还未做这条下水道，疏通的迄阵吼，那落涨是这落雨，咱即摆这个时间点来到这，已经差不多离水深差不多离30公分。咱个德塘路吼，到闽南讲这条德塘路遮吼，全部都积水，有时候需要迄个警方来封锁现场。目前做这条了后，今日我前下早到上市来甲观察，全部都 OK。感谢咱台南市政府啊，市长方面做吼，对，感谢咱做这条迄个排水系统，安尼拄则即摆遮厝吼，大家拢地个烦恼讲水会去出来啊。这个工程最主要是说把这个德塘路的那个向涵往上延伸哈。另外道路的侧沟也不够，那我们也把道路侧沟也把它做起来。这个做完以后哈，那改善的效果非常好。仁德区这边将近有6个小时，将近有130毫米的一个降雨量哈。那我们有去跟那个新田里后壁里那边去查看，发现了这个工程非常有效已经没有再发生这个积淹。虽然时间阶段捌拄到自来水甲天然气供线影响，不过伫水利局排除万难完成排水连接以后，市长委托嘛来关心肯定工程的效果，避免林德区民众佮受淹水痛苦。根据了解，保护面积达到2.6公顷，大约保障2000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